劳动部劳法司北分署哪像是发生霸凌的事件，前劳动部长何培山落台，新劳动部长洪新汉长就任。今日头一个行程，就是去北分署关怀员工。洪新汉是讲，伊会提供一个会使互基层的员工直接联络到家己的电话甲电子批，希望互基层会当直接传达意见。email 跟电话只有我自己跟我的机要有权限。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时期的做法。当然，我们还是要把可以反映跟申诉的管道，我们必须把它健全跟完备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但在那之前，在现在这个非常的时期，那我可能也会需要同仁们的一些提醒。那我今天其实也去看了谢分署长的办公室，确实里面一些摆设的状况，我确实觉得是过当了。甚至还要同仁花心力去帮他做这些摆设的维持。洪新汉讲，伊是已经有看过前北分署长谢义用的办公室，内底确实有无适当的糟蹋，而且佫有了解到谢义用是要求同仁伫咧分署内底走表这件代志，洪新汉感觉真含糊，而且真遗憾。针对这风声批评劳动部送礼文化，洪新汉是讲经过了解，确实有改善的空间。伊嘛表示，伫伊就任了后，未阁有不当送礼，尤其是准备礼物甲长官拖拖沓沓的文化。